以赛亚书62章第6节到12节。第6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有派守望的人伫你的城墙顶得顾，因暝日拢袂静静。求叫上主的人，恁拢毋通歇困。互上主无通歇困，直到伊重建耶路撒冷，互即个城伫全地受称赞。上主已经举伊的正手，用伊有气力的手骨立誓，我绝对袂阁将你的五国互对敌做食物，外国人嘛袂阁啉你劳苦得来的酒。正直的人会当食伊所种的，阁称赞上主；修行朴道的人会当伫我圣殿的埕啉酒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着出去城门外，为着转来的同胞开路，着修造一条大路，将石头搬开，为万民踩大旗做记号。上主宣布的话已经传到天边海角，佮对耶路撒冷的居民讲：看咧，你的拯救者得来啦！甲伊做伙的有伊所讨放的人，行伫伊头前的有伊解救的子民。人要叫因做上主所救赎剩的子民。耶路撒冷要叫做受看顾无受气杀的城。